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對章咧，就係亂亂動高山。佢係產於水洞附近嘅一個山洞，顏色淡啦，淡比較淡啲，質通靈。嗰個石裏邊咧呈現咗一啲蘿蔔紋。佢個產量好少。1913年咧曾經採摘過一批真品，我估呢啲就係當年嘅靚嘅品種啦。大家見到石身咧，係有啲隱有啲蘿蔔紋喺度。石質相當通透。呢一對章係周保庭大師嘅作品。晶瑩通透，令人愛不釋手。OK 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一次揾一對更加靚嘅對章同大家分享，多謝。